自2025年6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抄找上帝的子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18章第19、22节。这个事以后，保罗离开雅典去哥林多，伊伫遐拄着一个伫本土出世的犹太人，名叫做阿古拉。最近才甲伊的某毕基拉对意大利来，因为皇帝克罗地有命令所有的犹太人拢离开罗马，保罗去找因，因为同行业拢是伫做布边，就甲因住，做伙做工。逐个安息日，保罗拢伫会堂甲人辩论，苦劝犹太人甲希腊人信主。西拉甲提摩太对马其顿来了后，保罗就专心传道，对犹太人见证耶稣是基督。因甲伊反对搁诽谤的时，保罗甲3年的土粉拌迄角，对因讲：恁家己要讨死，无我的代志。对他以后，我要去外邦人遐。然后保罗离开因，去住伫一个敬畏上帝的外邦人，叫做提多犹斯都的厝。伊的厝伫会堂的隔壁。会堂的主管基里斯布甲伊的全家拢信主，阁有真侪哥林多人听了来信，嘛受洗礼。有一暗，伫异象中，主对保罗讲：毋免惊，着继续讲，毋通点气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无人会下手甲你伤害。我有真侪子民伫即个城内。保罗伫遐住1年半久，将上帝的道教示因。加流做阿该亚总督的时，犹太人联合攻击保罗，甲伊抓去法庭，告伊讲：这人煽动人用违背律法的方式敬拜上帝。保罗拄要开喙，加流对犹太人讲：犹太人，这若是犯法的行为，也是恶质的犯罪，我当然着耐心听恁的控诉。所争论的，既然是关系恁律法的字眼甲名称，恁家己去解决，我毋办即款代志。伊甲因赶出法庭，众人就掠会堂的主管索提尼，伫法庭前甲伊拍。这项代志，加流拢无插。保罗伫哥林多甲信徒各住真侪日了后，离开因，甲毕基拉以及阿古拉做伙坐船去叙利亚。出发前，保罗因为有下愿，伫坚革哩剪头毛。因到以弗所，保罗甲因分开，家己入去会堂，甲犹太人辩论。大家请伊留落来加住几日仔，伊无答应。要离开的时，伊甲因讲：若是上帝旨意，我会搁转来恁遮。然后坐船离开以弗所。伊伫凯撒利亚落船，对遐上去耶路撒冷，甲教会请安，然后落去安提阿。抄找上帝的子民。有一位基督徒，礼拜日透早醒起来，忽然互忧郁的乌云笼罩，就对太太讲：今仔日我无想要去教会做礼拜。无论伊的太太安怎苦心劝勉，拢讲伊袂振动。伊讲伊无想要去教会，拄着某一寡讨厌的人，也无想要昧着良心去参加聚会。太太继续讲：但是无论安怎，你拢必须去教会。伊回答：我无想要去。
除非你互我一个无去袂使得的理由，太太讲，你必须去，因为你是教会的牧师。虽然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但是咱拢可能甲故事中的牧师共款，伫服侍中陷入灵性的低潮。当保罗的旅行团队来到哥林多，拄着互罗马皇帝克罗地驱离罗马的阿古拉甲毕基拉因夫妇，因为偏偏是制作布片的同业，就甲因做伙工作。直到西拉和提摩太到位，带来马其顿人的关注，保罗才会当无后顾之忧，用全部的时间向犹太人传讲耶稣是基督的信息。无想到，当地的犹太人也亲像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共款，起来反对甲诽谤保罗。失望的保罗搬掉衫的涂粉，对因讲：恁家己要讨死，无我的代志。对打以后，我要去外邦人遐。这个宣告对保罗来讲，是一个也痛心也艰苦心的决定，因为犹太人是伊的同胞，却安尼歹款待伊。保罗的心境若像先知以利亚为上帝大发热心，却遭受王后耶洗别追杀共款。总是当保罗转往哥林多人团队时，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拢信主，也有真侪哥林多人也信基督，搁接受洗礼。上帝搁点异象中爱保罗免惊吓，只管传讲福音，毋通恬恬，因为主甲伊同在，无人会当伤害伊。搁较重要的是，上帝甲伊讲，伫即个城里有真侪伊的子民。即种话就亲像上帝捌对闹风的以利亚讲的话共款。总是我伫以色列中有留7000人，因的骹头污毋捌跪拜巴力，毋捌用喙甲针。互上帝点醒的保罗决定留踮哥林多，伊足足用1年半的时间，甲上帝的道清楚传讲互当地的人听。就连犹太人搁再起来攻击保罗的时，上帝也互当地政府官员站出来为伊辩驳。美国灵修家 Brother Lawrence 提醒咱，上帝并毋是看咱即位的大小，是看咱工作的时的爱心怎样。毋管咱伫服侍的顶面经历甚物艰难，也是遭遇甚物困难，上帝拢纪念咱用听所做的服侍，搁要照着咱来找回属伊的子民。日想，我捌亲像保罗共款，遭遇传福音无效果，服侍经历困难的时刻无？我安怎度过生命的困顿时刻呢？我捌亲像保罗共款，遭遇传福音无效果，服侍经历困难的时刻无？我安怎度过生命的困顿时刻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为所有伫黑暗中的灵魂开启生命的窗，互因伫困境中会当看见生命的曙光，互因伫所掂的艰难环境中会当重新得到力量甲盼望，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